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月初9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美国大选过后，川普自认家己是胜利，也准备要拍选战官司。得胜的拜登若准顺利继位，也着爱面对疫情甲参议院敢有过半挑战。台湾党因为日前宣布讲摕到德国的武汉肺炎疫苗授权书，后来破局了后，又立委发起讲股票内线交易，金管会特别查。4名凶犯用泰国米仔去破保护餐厅，检调也查到幕后主使者是中国人，除了起诉嫌犯，也通缉走路的中人。讲到美国总统川普这回选举是踢到铁板啊，伊继续伫网络顶头宣布家己才是胜利者，而且打算要透过拍官司来处理这回选战。不过万项拢无证据，伊这回恐惊是火烧过了全无望。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已经出来，不过川普无按算要认输，伊拜6礼拜连续2天拍高尔夫球，而且几下届铺文讲是伊选调，批评对手伫大选内底伸卡出手，因为这个指控并无证据，所以拢互 Twitter 表示敬意。袂少支持者伫初白时阵等伊的车队登去白宫，不过进前嘛有民众举牌甲话讲伊选输啊。川普阵营已经按算甲选战变当做法律战，以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等等一家人带头。伫几下个票数较接近的关键州提起诉讼，而且对支持者发出募款的电子批。一般分析，拍官司要变盘的机会真低。各州的选务单位嘛强调讲，开票一切拢有照程序，并无重大的问题，或者是有做票的情形。因若这个动作嘛袂去牵着总统交接的程序。各州伫12月初8进前，爱完成所有重新计票，也佮有选举的诉讼。12月14，各州都要确认胜选的人。1月初6，国会会清点选举人票，正式宣告新任总统的当选人。拜登会伫1月20宣誓就职加做美国总统，因若川普嘛会变做前总统。Biden has joked about the Secret Service knowing how to remove trespassers from the White House. I would be very surprised if it came to that because that would be incredibly humiliating for Trump. He could just refuse to coordinate with Biden and with Biden's staff, thus making it hard for Biden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目前共和党内小连续有重量级的人物来祝贺拜登当选，上大咖的是前总统小乔治布希，伊伫德州发表声明讲，虽然伫政治上因互相意见无共款，不过伊知影拜登是一个好人，伊摕到领导甲整合咱国家的机会，祈祷伊会成功，而且会全力来协助。布希强调讲，遮尔侪民众参与投票，是美国民主制度健全的正面现象。嘛强调讲，川普有权利要求重新计票，寻求法律的挑战，互所有的问题会当有适当的判决。美国人会当信任这场选举，基本上是公平。另外，包括布希的小弟，也就是前副州州长杰布·布希，还有犹他州联邦参议员罗姆尼，拢公开认同拜登选调。But if, as expected, those things don't change the outcome, why he will accept the inevitable. One has to be careful in the choice of words. I think when you say that the election was corrupt, or stolen, or rigged. And I think it also discourages confidenc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 here at home. 即马看起已经无赢面啊，包括立场偏保守派的《华尔街日报》，甲部分甲川普较亲近的人，嘛开始呼吁，或者是说服川普爱优雅退场，唔通互记者落台，甲这4年政治的成绩毁掉。不过嘛有包括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诺，也有参议员格拉汉等等一群人，要是讲爱甲每一张的选票拢算互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这回的美国总统大选是拜登得到胜利，按算伫明年的正月20特别宣布就职。不过上任了后，有可能来随来碰到疫情，川的选举官司，也搁因为选举所来分派分定的民众。另外，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必须要听候到明年正月的决选才有结果。这关系到民主党敢会伫参议院过半，也影响到日后拜登敢法度全部掌权。But now, let's give each other a chance. It's time to put away the harsh rhetoric, lower the temperature, see each other again, listen to each other again.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摕到7400多人因所选票，一个机会两票分票，成为美国第42任总统当选人。2020正式宣誓就职，不过伊的条件才拄要开始，除了对手川普提起选举诉讼，也搁要处理新冠疫情。川普支持者甲反对者中间的社会对立，也甲由倒一党主导参议院这侪项挑战。身为全球上大疫区的美国准总统，拜登一定会伫当地礼拜一组成12人的专案小组参详对策，表示会进行较侪检测，要求美国民众挂喙暗。On Monday, I will name a group of leading scientists and experts as transition advisors.
to help take the Biden-Harris COVID plan and convert it into an action blueprint that will start on January the 20th, 2021. 若是安怎处理美国系统性的种族歧视，这是拜登执政团队上台了后需要优先处理的议题。根据伊的政见，伊会予非裔家族的族群申请会当买厝更加简单，保障无共族群公平财务甲薪水，并且予美国联准会制定政策减少族群收入无平均。同时，拜登也表示要改革警政系统，予警察禁用手按棍这种高致命性武器。也成立全国性警察监督委员会。另外，伊要计划改善国政系统。美国有超过200万的犯人是世界上介侪，有一寡拢是菲律宾的家族式。拜登预定减少犯人的数量，将焦点放伫赎罪甲改革向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到这大概上确定，专家认为讲，川普要透过诉讼并判的机会真低。川普若是拒绝将政权转予拜登，依法也是会当将伊赶出白宫。If Trump actually refused to leave, that might be how it occurs. Biden will become president on January 21st. And at that point, he will be sworn in as president, presumably by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And he will assume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cy. And at that moment, Donald Trump is indeed a trespasser in the White House. 美国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因为共和党的博杜也甲民主党的奥索夫得票率拢无超过一半，依法进入明年1月的决选。目前两党伫参议院拢摕到48席，所以乔治亚州决选结果，佮加上还未结果的阿拉斯加、北凯罗来纳两个席处，将成为决定倒一个党掌握参议院，也甲拜登是毋是会当完全执政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后，美中台关系会安怎改变呢？国务院长邱国正表示，无论是甚么人做美国总统，美国对中国压制加台湾的交流政策是袂改变的。也拿到美国总统前后任交接的时阵，敢是中国侵犯台湾的好时机呢？邱国正也表示讲，虽然局势当咧紧张，咱台湾也着爱自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发表胜选演讲，咱国外交国防安怎因应美中台局势的变动，真受关心。7号早起，国安局长邱国正到立法院接受质询，强调不管美国总统倒一党当选，美国友台政策无改变。不过两岸问题，台湾也需要自助，袂当一直倚靠别国。立委会主席陈明通指出，中共对台政策未受到美国选举的影响，但是研判中国可能会加速操作统一。美国不管哪个当选。我们大概整体来讲的话，还是走向这个俄中友台，全力阻断美方对台海议题之涉入，并破坏台美合作关系的提升。那么其对台政策不会受到美国大选结果影响，将会继续借可能的发展策略迂回或加速操作其所谓的统一进程。民进党立委分析，美中台3方面进入冷静期，现任总统拜登的执政团队需要经过参议院听证听书才会当确定。最后，美国参议院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掌握也是变数。国民党立委是烦恼讲，美国陷入政权交接的空窗期，加速西太平洋出现军事冲突，美军出兵的意愿增加，虽然2个月台海恐惊面临上大风险。未来2个月，我认为是最大的风险之所在。在西太平洋、东亚这边发生军事上面的风险他会愿意出兵的意愿其实最低。其实中共对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武力犯台。就我的看法，我们压力没有减轻过。那我们就在这个计划当中，把那个最坏的这个状况，我们做最好的准备。外界也烦恼讲，台美 BTA 签署的时间是不是因为美国政党轮替有出现变化？行政院长苏贞昌对这件代志讲，目前台美伫经贸也甲各方面的关系相当密切，不会因为政党轮替有所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伫今仔日开复会期，有14个友邦希望用邀请台湾做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WHO， 甲台湾有交流的国家，亲像是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等的驻台机构，拢伫网络顶头相挺，希望台湾爱加入 WHO。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再批评中国因的行为是坏爸爸，一直咧国际社会顶头阻碍台湾，咱台湾到初稿为止也拢无受到 WHO 邀请。
世界卫生大会初9复会，由14个友邦提案的邀請台灣以觀察員加入 WHA， 成為開議共同焦點。台灣友好國家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駐台機構初9攏佇網絡上標出健康無國界發文聲援。美國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發表聲明，呼籲 WHO 甲秘書長譚德賽邀請台灣加入 WHA。英國在台辦事處轉發英國外交部副部長艾哈邁德分組聲明，強調台灣有效對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經驗，是國際對抗病毒增加重要價值。澳洲駐台代表俄國瑞發文表示，澳洲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WHA 甲 WHO。中國他霸佔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影響力，阻止台灣的加入，不但是蠻橫無理，而且對世人的健康、全球安全衛生的防護一點好處都沒有。台灣自2017年起，都無得到邀請以觀察員身份參與 WHA。中國官員搭配佇會中主動台灣的提案，行政院強調健康無國界，台灣願意將疫情經驗甲資料貢獻予世界各國。也毋過台灣到初9為止，依然無收到 WHA 的邀請函。WHO 它一再的宣稱，全球應該要攜手共同防疫，卻仍然基於政治考量來拒絕邀請台灣參加 WHA。這不僅是漠視我國人民的健康權利，更對於 WHO 他們憲章自己接觸的全民軍艦 Health for All 這樣子一個崇高的目標，也是一大的諷刺。外交部表示，對中國主動台灣參與 WHO 表達高度的遺憾和強烈不滿，將在 WHA 復會期間舉辦以感情為主題的線上會議，邀請各國官員和專家互相交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WHO 無邀請防疫成績這麼好的台灣與會是全世界的損失。記者綜合報道。在咧進前，台南的中央大學發生馬來西亞的查某學生去互碎屍案件，台南市長黃偉德認為講嫌犯應該愛判死刑。另外，針對到最近刑事局有抓到有史以來上界大戰的政治走私案件，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親身去勉勵人員。當年大學馬來西亞一個女學生洪台死，死者的母親要求一命賠一命。台南市長黃偉德初9早起佇台南市議會接受質詢的時陣，對死者爸母的悲痛表示伊冇法度感受，認為嫌疑犯應該隨法判死刑，嘛支持趕緊甲已經定案的30多名死刑犯執行死刑。如果根據現在的資料顯示，他9月30號就意圖犯案了，加上大馬的這個女生的媽媽也是口口聲聲。當然是法國，我們尊重司法了。但是，就我作為一個公民的立場，我是認為說判死刑比較容易服眾。黃偉德的主張恐驚會擱再度引發死刑的爭議，但黃偉德強調為家己的立場表態，尤其是犯刑真重大、佮互人真受氣的犯案，判死刑是合法合理，佮符合民眾的期待。馬來西亞女學生不幸佇台灣死亡，唔但影響台灣的國際形象，嘛引發台灣治安的疑慮。刑事局查到治安史上上大宗的槍支走私案，包括10萬外粒的槍支，佮有上百支的長底槍。行政院蘇貞昌親身去慰勉有功的人員。當此國際局勢詭譎的此時此刻，為什麼進口這麼多的子彈？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槍械在進行？這讓我們更大的憂心，一定要把它追本溯源。今年6月，警政署修法，甲操作槍納管，嘛借此呼籲有操作槍的民眾，12月11進前到警察機關報備，也是自願交出來。為源頭管理，佮有加重刑罰，警方兩邊做伙進行，要全力主動犯案。記者綜合報道。所以來繼續來關心國內疫情，國內在今仔日增加一個對烏克蘭日內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是佇咧居家檢疫期間發病。另外，指揮中心也要提醒家長，囡仔就要帶去注肺炎鏈球菌這款疫苗，避免變做是急性肺炎。國內新冠肺炎個新增加一個境外移入病例，是烏克蘭籍20多歲女性，今年11月初3來台灣做技術表演工作，入境時無症狀，按過居家檢疫期間出現脫皮、皮膚、食無檢正才進行，經過採檢了後確診，目前住院隔離。我們有掌握他的接觸者54人，那包括就是搭機的這個同行者有8人哈，那居家隔離，前後兩排的乘客10人也是居家隔離。
另外，流感医院伫个地点，今年还未出现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不过，爱细之肺炎链球菌有急诊医师伫面册发文，顶个月收治一个查甫囡仔，原本只有发烧流鼻水，后来扫发真严重。照电工确诊，查甫囡仔是肺炎链球菌感染致死肺炎，未发病到死亡只有短3天。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今年拄到新冠肺炎疫情，民众卫生意识提悬，甲2年前同期确诊肺炎链球菌300多例，74例死亡比起来，今年确诊只有193例，死亡13例，感染人数降低真多。死亡率的话呢，则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从这个0.41哈，那都很低啦哈，所以我想就是这个疫苗特别提醒小朋友应该要好好的去接种。指挥中心提醒5岁以下囡仔、加65岁以上老大人，较会感染到肺炎链球菌。台湾已经全面提供囡仔治肺炎链球菌的疫苗，75岁以上老大人也免费治。提醒家长一定要按照时程带囡仔去做预防针。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湾当阳对外宣布讲，因摕到德国 BNT 武汉肺炎疫苗的台湾授权书，经过20多天却宣布无成功。就立委质疑讲，这可能牵涉到内线交易。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早起伫立法院表示，等咧调查，看敢有违法无。我们会建议金管会去调查。我们不建议那金管会的事情，他们。台湾当阳代理德国新冠肺炎疫苗宣布破局，原因是台湾当阳无法度提供正式授权书甲合约草案，被外界质疑是要借机会查股。今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金管会会当查。不过当阳发布的消息无夸大不实，几啊位国民党立委早起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当阳这段时间的估价甲请教了以上技术有来线交易，要求金管会剔查。股市飙到最高飙到3万多张，后来就一路下滑，量就变得小。你说没有人在搞鬼，我是不相信。那个图看起来是有可疑之处了。11月3号他开记者会之前，那一天是爆量下跌哦，跌了2.4%，当然第二天就全部跌停了啦。我们都秉公依法办理。苏世雄伫将行政院长林全的带头宣告之下，当主任和当阳完全的信任加信心，估计为9月底的收盘价66.5块，请到10月12日的69.5块。发布代理疫苗重大信息了后，10月13收盘价来到76.4块，10月15收盘搁较是请到84块。11月初3宣布代理破局，初4估计就跳空跌停，初9的收盘价是69.3块。针对台湾当阳记者会公布甲德国 BNT 合作的内容，甲性质无同，而且前后股票有大量异常交易。指挥中心也表示，将会配合金管会提供资讯所需要相关资料。全权尊重金管会的权责哈，金管会啊给我们索取什么相关磋商当中的资料，我们都会配合提供哈。台湾当阳是发新闻稿表示，有关 BNT 疫苗的真侪不实指控，毋望外界毋通高调过去造谣抹黑，以不实言论传来传去。台湾当阳为了维护企业声誉甲股东的权益，将保留法律追诉权，以正视听。金管会强调，台湾当阳的重大事实公告，敢是符合规定，2礼拜内会有结果。另外，也将追查违反证交法第157条，敢无内线交易问题，有计2个月内就会查核完。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进前协助香港人的保护伞餐厅，向判泰国米啊检调证也查到讲背后的中介人是中国金主，要求4名嫌犯去作乱，要互餐厅搬道做生意。这4名嫌犯也互起诉，不过姓陈的中人说是逃走去到中国，目前也等咧解通缉。保护伞餐厅顶个月10日，去互一个姓吴的男性乌白破坏失物，伊犯案了后就逃走。餐厅的灶骹毋但好破甲规个，连店长的目睭嘛拢割掉。检警了后，掠到这个犯案的男性，甲伊的共犯姓李的兄弟在内顶4个嫌犯，找到台北地检署专案侦结，甲4个嫌犯提起公诉。莫姓被告等4人所犯系刑法304条第1项之强制，第354条之毁损，第309条第2项之强暴侮辱等罪嫌，经检察官侦查终结之后提起公诉。检调追查发现讲，规个案件是由中国一个金主幕后指使的，为着要让这间餐厅无法度正常运作，所以透过姓陈的中人，叫4个嫌犯去犯案。这个期间拢总付6万块。
也若检察官表示，这个事件对来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人造成伤害，破坏台湾民主法治的精神。不过，考虑到被告有承认犯罪，而且无特定政治，也佫有帮派背景，是一时受到金钱迷去，所以请法官处适当的裁罚。也若适当的中人因为走去中国，目前已经发布通缉，会持续追查。也若捌伫台湾去轰破邮差的铜锣湾册店店长林英基是认为讲，法官将基本要是会轻判，无啥物路用。没完没了啦，他可能往后也会发新嘛，判刑不能太轻嘛。你轻轻把他放过，他这个认为如果我付出的成本很小，为什么不收钱再做这个事情？这间餐厅为代志发生到今，铁门拢关咧。针对这个案件症结，伊嘛无想要受采访。不过，车北伫人民车发文表示，受到污染的设备已经全部换新，暂停营业要3礼拜。餐厅嘛按算伫11重新营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有一个31岁社区保全，去年9月上夜班的时阵，却互人发现讲，伊倒伫咧柜台送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回来。病院认定讲，保全的死因是高血压所引起的头壳内面出血。家属也发现讲，死者有过劳上班的情形，家属也决定要替死者讨一个公道。高强大汉的后生为军职退伍了后，106年7月转任保全，工作2年多，却伫大楼夜班的工作单位倒落去。做母亲的想到也是忍不住后田要替后生讨公道。跟我讲啦，25万处理，不然的话你自己要下法院。108年9月21日画面中的胜利保全员当咧值班，突然倒伫涂骹，时间是透早4点多，一直到6点多才有住户发现将伊送医。家庭质疑是因为长时间超时加班，才互囡仔过劳死。有一个4天人都在加护病房了，怎么签到？回过头来前面的22个半小时，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你们都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当时送医急救的卫福部南投病院，依照伊进前听风就医师将胜利保全员的死亡记录开立时，原发现高血压引发颅内出血。家属表示囡仔并无高血压病史，进一步调看班表，才发现技术超时工作，班表记录出现矛盾错误。对此，劳检单位介入调查了后，认定朱峰的加班记录管理有疏失，开罚6万。涉嫌违反劳基法的公司，在中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检查后，我们本府依劳基法进行裁罚。针对胜利保全员技术过劳死证据，劳检单位认定非集灾。朱峰是主张死者本身都有健康问题，协商破裂。可能23个小时，这个东西是有什么问题？是行政还是怎么样的问题？那个有可能是填写的错误的部分，他们的判定它不是属于职业灾害哈，是属于身体状况的问题。家属认为，朱峰违反劳基法，胜利保全员逐工固定上班12点钟，定一枚颠倒轮班、超时加班，才会致使健康出问题。因为双方调解无成，将透过司法来重新鉴定死因，厘清胜利保全员敢是过劳影响死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屏溪，因为跨过压贴，真侪民众甲业者拢会去偷倒粪扫甲废弃物，甚至有的人会去偷污沙石啊。水利署地质河川局这2年除了有用卫生监控以外，也开始使用无人机巡查，甚至设立搬沙式的数位监测站，希望透过科技来阻止犯罪。业者驶火车去到河边，趁无人的时阵，甲粪扫卸落。不过，规个过程拢去用移动式的数位监控站翕落来。英国要追查非法的行为，爱比对无同时间点的画车图，看地形甲涉水敢有各样，再搁去现场稽查。即卖当利用无人机，也搁有移动式数位监控站，随时来监控。在它的私有地上面，那它有一部分是侵入到河川区，那我们就会依照水利法，请它现实的一个改善，利用无人飞机去做一个盗采砂石的一个摄影工作。那行为人也都遭桥头地检署来做起诉。根据第7河川局的统计，今年1月份到10月份，画车图就抓到2件侵占河川地，也若移动式数位监控站是抓到24件偷倒废弃物的情形。原本的画车图加上无人机等等的科技设备，来监控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高屏溪，和河川的管理更较有效率。针对这点，环保团体是真肯定，不过嘛希望好，爱更较好。我们知道接下来是一个5G 的大数据的时代，以24小时监控应该针对
只要会有排放这些污水啊或废弃物的这些厂商，应该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当做基础设备。第7号船局表示，目前高滨溪非法的行为大部分是乌白弹废弃物为主，若是废弃物的寸尺无甲2立方公尺，会交予屏东县环保局来裁罚。不过若超过，会依水利法罚10万至50万的罚款，提醒民众甲业者唔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全世界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0万人感染，内底有1/4是最近1个月增加的病例。目前伫欧洲3天就增加要到100万人感染，欧洲的感染病例已经占全世界一半较低。另外，美国境也是一天超过10万人感染。拄选调总统的拜登，初到时宣布讲，由专家小组组成的防疫小组，伫明年正月就会正式来启用。拜登的支持者伫咧白宫附近的街路庆祝，宣称伊答应讲会对抗疫情、经济复苏、种族平等，还有气候变迁等等4大优先。初9的时阵，会针对已经夺走23万7千条性命的新冠病毒，大先公布一个由12个专家组的工作小组制定防疫计划，按算明年1月份，拜登宣誓就职了后就会启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超过5000万，其中有1/4是伫咧过去30天新增加的，反映出第2波的疫情香港的程度，而且感染的速度真惊人，累计确诊为3000万增加到4000万，敢若用32天的时间，不过增加到5000万，敢若用21天的时间。10月份是自疫情爆发以来情形上介歹的1个月。除了美国出现高日新增加确诊超过10万例，是全球头一个下过这个法定的国家。那德州是全美国头一个累计确诊突破100万的州，还有已经超过拉丁美洲，加做目前疫情上介严重的疫区澳洲，累计确诊差不多1200万例，死亡的病例占全球的24%。澳洲目前每3天都增加100万例确诊病例，占全球新增加的病例51%。若法国过去7天，平均每1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超过54400例，比占全球人口1/6的印度增加的速度还佫较紧。Esto que han hecho lo tienen que pagar, lo tenéis que pagar. Y ahora, esto no vale para nada. 英国军方参谋总长卡特初白警告，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出现的无确定性、紧张还有烦恼，可能会引发新的安全威胁，甚至是战争。这是伊伫咧接受英国天空新闻专访的时阵讲的。另外，受到疫情的影响，军方的预算嘛卡掉咧，因为疫情造成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军事层面。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看到泰国的学运团体伫初八暗时号召反政府示威者游行到大皇宫，而且是用一人一张批信的方式要求王室就要改革。不过游行的队伍到半路，顶部警察却用大港的枪水甲因驱散，现场也发生冲突。不过警方却表示讲，这个枪水的驱离只是一场误会。强烈水条直接向示威的民众抓，别甲民众只好往后壁退，连现场的媒体记者也被抓到。泰国校运阁有大型的示威抗议，和平抗议意外演变成冲突场面。这是反政府的运动以来，警方第2摆出动水炮车镇压。事后，警方回小咧第一张发射水条是误射，只是正做警告民众无认同，穿雨衫扎雨伞，继续抗争。การฉีดน้ำใส่ผู้ชุมนุมใส่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ออกมาเห็นต่าง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ออกมาแสดงจุดยืนเนี่ยอย่างบริสุทธิ์ใจและด้วยสันติเนี่ยหนูมองว่ามันไม่ถูกต้องค่ะ初八尾仔嘛，由学运团体自由青年号召我一千人游行前往大皇宫，一人一批写出3大诉求，停止侵害人民，改善国会，甲重新起草新宪法。批信一直到伫红色大油桶交予泰王换吉拉隆宫，也毋过导致示威者移动油桶的过程，顶部警察来到驱赶抗议者。คิดว่าถ้าเกิดเขาจะรับฟั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นะคะก็ควรที่จะอ่านนะคะเพื่อที่เขาทำให้ตระหนักได้ว่าแบบมันเกิดปัญหาขึ้นจริงๆนะไม่งั้นผมคิดว่ารอยร้าวมันจะยิ่งร้าวมากกว่าเดิม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พระองค์รับฟังปัญหา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ริงๆ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กคนหวังดีต่อ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จริงๆ抗议民众无认输，开几台大客车作为暗号，想要突破封锁线。警方是以人海战术，尤其为难抓人，让示威者无法度突破大皇宫的封锁。ไปสำนัก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ให้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ของเราได้รับรู้ว่าเสียง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ออะไรอยากได้อะไรจาก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คือทุกคนพร้อมใจกันมาในวันนี้เพื่อที่จะสื่อสารถึง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นะครับ
中纪委伫校园领袖甲警方的谈判之下，同意抗议者会当前往大约100公尺，而且互油桶留伫原地。该抗议行动伫暗时9点，塔员声明了后才宣布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回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拜登这回是摕到有史以来上济选票，而且大部分拢是少年族群甲白人以外族群家小听的。伫几落个选情真紧张的所在，拢超过4成非洲血统的选民投票给拜登。另外，伫咧川普的部分是有真济反中国派、反左派，也吸引到拉丁裔选民，伫佛州、德州也拢得到胜利。 And especially for those moments when this campaign was at its lowest ebb,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stood up again for me. You've always had my back, and I'll have yours. 民主党的乔瑟夫·拜登27500张的普选票，也就是历史上上济新纪录，打败现任的总统川普。民主党的进步派到共和党的不满人士拢支持伊，不过，甲拜登杀对白宫宝座的上重要的关键。 是非洲下甲拉丁裔的选民，宾州、密西根、威斯康星、内华达、亚利桑那甲乔治亚这几个选情得电的所在，非裔选民占4成以上的选区，全部拢倾向拜登，甚至有9成非裔妇女票拢投给拜登。He knows, as he noted in his address last night to the country, that Black voters and Latino voters turning out as they did in this election was key to his success. 这场历史性的大选，登记投票的选民支持的热度是创下新高。川普的普选票嘛创下寻求连任总统的纪录，有到58%的白人男性选民支持川普，伊的拉丁裔选票嘛有进步。非洲上大的郡迈阿密戴德一向拢是民主党的票仓。4年前，川普伫个遮输予对手29%的选票，今年伫个古巴裔抑个委内瑞拉裔两大拉丁选民的助战之下，川普敢若输7%。El presidente Trump ha hablado con la mayor sinceridad de dar facilidad de acabar con el comunismo en Latinoamérica. Entonces nosotros tenemos el apoyo ese del presidente para que a ver si se nos hace realidad nuestro. 在竞选的期间，川普在佛州的造势大会，伊讲行中路线的民主党温和派拜登当选了后，会去极端的左派来掌控，这是成功打击到未少的拉丁选民。为全国得票的分析来看，即个有36%的拉丁裔男性选民甲票投给伊，若4年前是28%。 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风声伫咧讲，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伫高雄的左营，甲咱的海军陆战队甲特勤官兵突袭渗透战术，训练的时间是1月日。面对着美国选后的变动，海军司令部对台美军事合作内容是无愿意加讲啥，只强调讲相关的合作拢正常的运作。 在美国总统大选有结果了后，美大国团出军事交流活动。美国海军陆战队初9起伫高雄左营教授海军陆战队2车侦察大队特勤中队官兵战机，为期1个月。在海军司令部今日表示，台美军事安全合作拢维持正常，无要做评论。按过军事专家分析，应该是注重海军突袭渗透战术机能加新买的突击艇这器材操作。我们最近有买到这个18艘比较新的。 这个突击小艇，那也是这个小艇的操作的一种教授，包含伪装啊，包含现代化的器材使用啊，包含一些狙击的技巧。 每年航空演习，美军国务团拢会来台，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甲美国陆军陆兵模特战部队也固定活动操演。今年受疫情影响暂停，这摆是疫情了后，台美第一摆恢复军事合作。前国防部副部长林良斌认为，这摆美军来台，美国怕新入战的成分无低。之前说不定是有的，但是没有大规模，也没有曝光，等于是一个心理给我们的强心针，表示美国挺我们台湾。 美国对台军售，搁被中国看作是间重点。未来拜登主政之下，台美军售是不是变化？专家评估应该是未变。川普政府已经宣布了对台军售，是不会变动的。那第二个就是后续的，就是拜登政府他的对台军售的项目还有质量，应该也不会再退回去，应该是回不去了。 苏志芬表示，美台军售应该维持随到随性模式。就在拜登发表胜选演讲了后，初9依然有军事媒记录到2架中国军机在台湾西南角 ADIC 召回列车。记者综合报道。
这回美国总统大选得胜的拜登，总统蔡英文已经伫 Twitter 顶头表示祝福，也因为英国拜登对新疆以及着台湾议题对中国态度是大真硬，中国到今也拢无任何强硬的动作。就学者分析讲，拜登会继续对中国打压，也对台湾表示支持，不过也是有机会可能会甲中国做交流。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初次已经发表胜选演讲，总统蔡英文目前就伫推特发文祝福。总统府发言人强调，蔡总统会另外各以妥当方式祝福。中国甲官媒对美国大选结果拢真低调。中国外交部只伫例行记者会表示，已经注意到拜登宣布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什么时阵发贺电，只讲会按照国际惯例办理。中美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管控存在的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川普当选时阵，蔡总统祝福的传传热线，即摆拜登当选是毋是永久贺电敲定过甲拜登热线交流？学者认为也是美台关系观察重点。如果说拜登这一方面有意愿啊，那两双方就会通话。如果就拜登这一方面呢，忙着这个就是权力的转移这个事情啊，那两人通话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不过，学者认为，拜登领导下美国依然会维持对中共的对待支持政策。不过，别亲像川普时代同款，高强度、高声量，是保留甲中国交流的可能。拜登他对中国政策的基调可能不会像川普那样的对抗性那么激烈，预留一些有可能美中之间保持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窗户，让这个竞争关系变得比较可控。也认为川普主导的印太战略在拜登主政之下，基本上未伤大改变。尤其拜登依然会受制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水库目前正在欠水，明年农业要用的水，政人也真关心。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今仔日表示，屏东高雄用水较无问题，台南以北也搁爱评估，期待11月底有完也搁防台雨。农委会也表示讲，上换伫11月底会做决定，明年早冬稻啊敢要停止引产。水利署人员用人工净化验剂就开始烧，形成的烟粒对空气先甲高空了后，就会互水汽结成冰晶，了后冰晶落来就变成雨。台湾56年来上严重的酷化挑战，水利署采取地面造雨法来应变。曾文这个地区有适合的一个条件跟云层，所以他就今天早上就在9点20分的时候就释放验剂来进行人工增雨的一个作业。我们大概它的降雨量也达到了17.8毫米。今年大水期雨真少，各风台无来，互台湾水库面临欠水危机。水利署南区水资管局初到早起9点半，伫配合气候的条件之下，伫调水率已经落破2城市的10个水库做人工净化。幸运的是，了后就出现明显落雨，8点钟已经落17.8毫米，是闪电风台来时阵的16倍。确定整个如果要停灌的话，上中下游不只是农民，我们的育苗业者、我们的带耕业者，全部都该应有的这一个补偿。台湾水库欠水面临的是明年一期调作无水通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农委会上班伫11月底，就决定是毋是停灌。甲台南以北水库调水量估计比起来，屏东甲高雄农业用水也阁算乐观，用水较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外埔有一间宫庙，因为去进香，初八暗时花乱绕境，煞洗到半暝啊，还阁伫咧洗。毋那洗是直放炮啊，阁放烟火，参加民众是困袂去。警方表示讲，会依照着社违法甲因罚钱以外，环保局甲消防局也会去调查，看敢有违法，若准有违法，也会做违法。进香活动看起来足闹热的，烟火嘛放甲真大声，毋过这个时阵已经是半暝。庙前广场人踢田，顶头也准备入庙参拜，不过炮也放甲真大声。只是这个时阵已经是9号环境啊。民众讲声音大港，包括大港外埔，甚至更较远的清水、丰原，拢听到炮声。不过礼拜一都爱个上班上课，毋若讲无法度困，连日时甲暗时吵闹甲炮声，已经互人无法度忍受。
啊，都拢袂困的啊，再现在爬袂起来啊。哎，早早无咧放炮，打半暝才要甲咧放的。对厝边隔壁加较歹势。台中外埔这间宫庙，即几天去宜兰进香，花园入来到大家甲外埔聊景，啊，毋过过程放真侪炮啊甲烟火，一直到半暝2点还搁伫放，包括101加1999，也拢真侪报案的电话。警方表示，庙方活动的时间原本是规划8号暗时10点结束，不过时间延误的部分，会以违反社会法甲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来处罚。外来的阵头啊，超乎他们的意控，污染行为的那个法则的规定，那我们是采按次处罚。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会调阅警方的资料，确认违规会依照规定罚3000至3万。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依照炮火烟火管理条例，相当罚15万的罚金，但是爱先出了行为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名声影响力愈来愈开阔，台大近日要进行全球形象策略计划，除了会增加 logo， 也要拍影片行向国际。台大建筑经典13高品庄化身跳动红线条，摆列出椰林大道，加总图书馆以上21条线条，象征北京的11项。这是台大新推出的形象识别，要开始打造台大品牌展开系列全球形象策略计划。其实大学的品牌 University Branding 在国外是一个显学，也就是说，企业有企业做品牌的方式，大学有大学做品牌的方式，内部有很多很棒的理念，但是你外面也要稍微修饰一下，或者就是内外都要去做。台大表示，全球形象策略前期筹备要用1年2个月，为建立品牌对全校师生教职员、毕业校友一一访谈，凝聚共识，找出品牌核心。今年国际疫情影响，全球高校交流，不过台大最近伫国际2项世界大学排名，龙进200大创下台湾高等教育第8题上8大纪录，和台大更坚定要打造品牌决心。大家都会看大学排名嘛。那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会能见度或国际的能见度，应该都是很重要，就是不只是论文排名而已。那我相信，就是这种社会的行销，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总觉得我们学校在那个国际上的能见度没有到说非常的有名，那就是希望就是学校可以为这个方向努力。有台大研究生表示，过去甲其他国家学生互动，确实感受到台大伫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是有提升空间。台大会伫这个月15创校92年校庆大会上，第摆放上全球形象影片，未来也会经营全新官方网站甲社群媒体。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争取到精湛预算400多万，也起一间未来教室，除了有互动式大电视、平板电脑，还有网络设备，也有提供通冷气学习甲教学内容。未来台东县的学生就通好使用啊。台东县政府伫新城高中建立的第一间未来教室，甲传统的教室无同，学生一组一组坐做伙，一人一台平板电脑，方便讨论学习。老师也脱离讲道的传统限制，摕着平板伫教室行动，控制电脑出机，甲学生平板上课，并且指派跨学科领域的学习任务。学生无阁需要查课本纸笔，课程内容甲操作知识，拢伫互动式的电脑甲荧幕上。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不会让就是上课时候很死板。回家之后也可以接触这个，有了这个新的设备以及网站之后，他们其实可以直接在新设备里面进行叠图分析的作用。这间未来教室，唔但有科技，也有老师精心布置，甲跨领域课程有关的画图作品，让学生亲近美感，符合新课纲的核心作用，也当透过教室内的戏剧影片，让学生带着老师行入合适的场面。台东县政府希望这间未来教室会当提供台东学生无同款的学习环境，开放全县110间中小学师生来体验。在未来教室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它必须先是一个跨领域的教学。教育处长林正宏强调，未来教室唔但是科技，更加注重伫教学内容设计改变，才会对提升学生学习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的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甲道歉的过程，却因为台湾甲日本无邦交，无到亲像韩国会当以国家对国家的角度提出要求。不过台湾的阿嬷又愿去争取国际重视，过去到东京开记者会，希望日本政府定着爱出来面对。这阵阿嬷为女性人权拍拼的精神，也值得咱家敬佩。
这就是伫法庭咱台湾的时间啦，12月初9的下午，咱有3位，邓氏、卢氏、林氏。提出2000年和19位台湾的妇女团体做伙带12位台湾的慰安妇去日本出席东京大审模拟审判的相片。长期关心基层妇女劳工权益的林美容讲出，当年台湾参国际民间以模拟法庭替慰安妇讨公道，这也是各国民间社会头摆宣示日本如人天堂有罪。迄是民间嘛，所以无效果啊。伊是咱台湾宝贝阿妈。伫战争的时阵，因深深体会到战争的痛苦。靠人靠不起，50年，我真太痛苦，妈。其实早在1997年，日台交流协会捌推荐律师赖浩敏负责直接日本亚洲女性基金会处理日本向台湾籍慰安妇回失的相关事务。赖浩敏也提出2001年日本内阁总理小泉纯一郎亲手写的道歉批，伊也讲当时日本政府有透过基金会提供每一个人500万的慰问金，不过大多数的阿嬷是无法度接受。人都无承认你是国家，你无承认你是代表中国政府，你还阁要求讲我是啥物？你已经断交安的东西啊！代表首相摕首相的批来，叫记者公开读迄个道歉书，安尼敢无够？台湾因为和日本无邦交，所以无法度像韩国会当以国家对国家的姿态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日本总理安倍晋三虽讲捌伫2019年正式向韩国的慰安妇回失礼，佮摕10亿的日票成立基金会表达慰问。落尾却因为合作的对象甲内容无定好清楚，全破局。不过甲韩国比起来，台湾的慰安妇伫咧争取正义的过程是更加坎坷。台湾的阿嬷是伫咧2003年去东京开记者会，要求日本政府着爱面对慰安妇的议题。落尾日本的最高法院以超过法院追诉期，国家伫咧战争时期对个人造成的损害，唔免负赔偿责任。也个个人唔是国际法请求权的主体，这3项理由，伫2005年时驳回上诉。市政府、迄个社会局、咱的社工介入，然后呢，民间团体、常护员会去一个去拜访，慢慢的，其实这是一条 empower 这个过程，互因开始甲人相信讲这是国家的唔对，国家对不起因。台湾的阿嬷即摆还阁在世，只剩2位，因要等到日本政府回失礼，恐惊无机会。不过，声援因的人拢强调，当代社会应该爱直直透过因的故事，反省伫咧战争中，女性是安怎被剥削、被当作附属品。希望历史伤痕伫咧未来会当转做和平、甲实现平权的基础。记者民进张台北报道。讲到已经超过100年的嘉义水上南靖糖厂，今年8月去予嘉义县政府登录做历史建筑。长期推动南靖地区文史调查的生活美学协会，也邀请糖厂已经退休的员工，等来甲大家了解糖厂的历史。以前甘蔗叶的台语叫做甘蔗糖，所以把甘蔗叶烧光了，就形容无汗，这是一种俏皮。家囡仔了解伫糖厂做工课演变出来的俗语，互实际了解在地的特殊文化。伫咧嘉义县水上乡的南靖糖厂，到今已经有112档的历史。今年8月，南靖糖厂的仓库建筑正式登录成做历史建筑。咱的历史嘛，100几档啊啦吼。当然，这足侪文物慢慢吼拢有消失去啊，但是咱的想法是讲，尽量把咱这个文物甲这个历史甲保存起来，互咱的后一代来了解。协会配合社区甲学校举办文史同乐的活动，学校的囡仔嘛配合展出因调查糖厂文化的成果。社区表示，活动互囡仔实际体验糖厂的过去，嘛增加因对在地文化的了解。虽然是已经停工啊，毋过互咱糖厂的过去的经营的方式，互咱的后一代吼，不会忘记了我们以前的历史由来。糖厂因看到的情形，和其实古早迄阵其实变化足大，会当对这用讲故事的方式互因知影，了解一寡糖厂的历史，我是感觉真有意义安尼。
现场的活动嘛，互囡仔嗑甘蔗汁、炒芋糖，阁有当抢火车的小界。即马村口嘛登录成做家己县的历史建筑。社区内底退休的员工就表示，希望未来会当透过县府的资源，修整更较侪建筑物，互南京祭堂的在地历史愈来愈完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屏东东港的家长文化自古早到今拢进行，所以有家长区的称呼。顶中街的共善堂就是当地家长的发源地，保存家长文化也超过90年。即马屏东县政府也甲因定了做无形文化资产。站脚步牙开心，面就爱画寿字的面谱，身躯爱像王牌同款，又搁在又搁直。这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真出名，屏东东港的家长发源地共善堂。台湾目前来讲，找无几间甲东港开启共善堂相共，因为伊是强调那个武术表演跟他的功夫底子。对共善堂的牌匾，就通了解，这个宫的组成其实是共善堂、浸水宫和共义堂三个堂结合做伙，这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主要奉祀神明有兴府大千岁、金虎千岁和五福大帝驾前10家长。便若当到神明闹热，共善堂的家长就会展现因威风凛凛、守护乡里的气势。共善堂是驾前的护卫军迄个10家长。希望是以后在100年后再申请那个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这类文化很优良的文化再传承下去。它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共善堂这个地方，更多人去了解，然后参与它这些文化的活动。超过90年历史的共善堂，将老辈传统练武的精神一代传一代，也延续办家长就爱脚踏实地的态度。即马这个文化也已经被屏东县政府登录做县级的无形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100年前的西门町究竟是什么款的模样呢？有一位来自台南的工程师，对台湾文化历史有正大兴趣。对20年前就开始收集台湾的老相片，伊嘛把这寡旧相片重新搁再解释，黑白的相片也变作是迷人景点。边的神社。西门町红楼是日本时代起的市场，过去市场边有济济摊也有日本新社，甲这张黑白相片重新搁做色，当初的面貌都拢看现现。对台湾文史有侪年研究的王主席，毋但收集修复老相片，2-3年前嘛开始替黑白相片导色，希望利用相片将过去的历史一张一张甲导出来。为阮对历史有兴趣的人。看到这些相片变成彩色的，那像有这个时间的机器，会当互你走去过去看迄个所在是啥物模样。黑白相片有色水以后，细节内容拢会更较显透。王主席落色嘛会参考文字记录，请教专家尽量呈现上原始的模样。比如讲，有人伫迄个诗歌内面有写着，公车是啥物色，啥物物件啥物色。所以迄资料其实无啥好找，有当时咱去问，以前老人有经过迄个时代的，伊佫记咧讲啥物物件、啥物色，咱甲慢慢甲这色甲补转去。王主席收集来的相片，嘛含济单位个人合作，提供展览研究。像这把大安病院头前台湾民报派报的相片，就是王主席重新落色的。咱若是这个时代的人，可能你想到的病院是你，譬如讲台大病院款的病院啦，但是若是有一个老相片，你就讲啊，原来迄时阵迄病院啊是生做安尼，伊伫个门骹口佫有挂一块匾额吼，会当写讲伊是啥物所在安尼，原来甲咱想象的有淡薄落差嘛。台湾的街头巷尾建筑风华，拢是成就历史的重要元素。王主席讲，伊所整理收集的文书资料，拢是公共财，有适合的就会捐出去。若是能力范围内的邀请合作，伊嘛拢会尽量配合，配合优质做伙推广台湾文史。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18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东北地区对18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4度。新闻的最后，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